关田国家，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，在关田国小的西边呢，不远处啊，在那个有供奉陈永华的庙附近呢，五谷王庙附近呢，关田的五谷王庙西北边呢。哦，你看，庙就在附近了。你看庙呢，供奉陈永华诗意参亲的庙，关田的庙就在附近了，关田国小也在附近了。2020年8月1号，礼拜六试营运哦，还没有正式营运。哦，棒了！好，好凉快，好凉快。哦。嘿嘿，好，